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7月14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5篇第11节到20节，约伯记24章第1节到第8节，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日要甲大家参加分享的主题是看人袂起。真侪人总是感觉讲家己真好、真骄傲，也是伊比人更加高等安尼吼。耶稣基督捌教导伊的学生，提醒伊的学生，毋通家己去到伫宴请中间坐迄个重要的位啦吼，因为迄时真骄傲家己安尼真看重家己的性命态度，实在是无妥当啦吼。有人总是掠做家己比别人较强，却无愿意付出帮助人过来甚至照着这个世面欺压软弱，还是讲需要帮助的人。约伯就安尼提到伫约伯记24章第1节到第8节，全能者是安怎无要定审判的日？捌伊的人是安怎看袂到伊的日？有人千山地界，像归群的精星去饲，因甲孤儿的犁砍去，佮掠寡妇的牛做抵押，因剥夺善车人的权利，逼艰苦人逃亡避起来。善车人亲像风暴的野梨啊，为着囝儿拍拼在找食。因伫别人的园挂牛草，伫歹人的葡萄园捡剩的葡萄。因规暝无衫通穿，脱体在困，嘛无通看。因伫山里雨大雨压淡。因为无热早，就木伫这个石壁。什么款的人会剥夺孤儿的犁啊？会摕寡妇的牛去做抵押？什么款的人会去剥削送养人的权利？逼迫艰苦的人去逃亡、去藏、去灭，安尼人其实毋是义人，因为因素行不义啦吼，无有这个慈悲、怜悯、慈悲的心。雅各是非常重视信用行为见证，伊甚至强调讲，一个人若无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是无互上帝所接纳的。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，雅各安尼提醒基督徒袂通看袂起别人，特别是遐个丧凶困苦，也是讲咱讲较低贱的人，伫教会内底佫较袂当干那去普塔好业富有的人。雅各咧讲，我的兄弟姊妹，既然恁信咱的荣光的主耶稣基督，就毋通用外表来对待人啊！若有一个挂金手指、穿水衫的好业人入来恁的会堂，佮有一个穿破衫的善车人入来，恁甲他注意迄个穿水衫的，对伊讲，请来坐大位。对迄个善车人讲，你徛伫遐，还是讲坐伫我的骹垫边？安尼，恁囝毋是偏心，用歹的动机在判断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着听，上帝有竞选世间的善车人，互因伫信仰顶悬来富足，通承接伊应允互听伊的人的国度。毋过恁侮辱善车人，压迫恁带恁去法庭的，敢毋是遐个好业人吗？因则是诽谤恁所领受尊贵的名遐个人。诗篇25篇11节到20节。
上主啊，我会做真重，求你赦免我。敬畏上主的人，上主要指示伊着行的路，伊的心神会得到安慰，伊的后代会承接所应允的土地。上主甲敬畏伊的人亲密，要将伊的约指示因。我的目睭不时仰望上主，伊要互我的脚脱离落网。求你活过来看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孤单困苦，我心内有真济忧苦。求你救我脱离隆重的患难，求你关心我的艰苦困苦、艰难困苦，除去我一切的罪。你看我的对敌遐尼济，因真恶毒怨恨我。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拯救我。我无失败得到见效，因为我靠你。感谢主赏赐救恩，互阮会通领受你的呼召，来成做你疼人的器皿。求主帮助阮，用公义的眼光来对待人，无看不起人，无偏袒人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